龙个段子段个我了，听真就段给轻易下边结束，判地形人不接，加那个往我都就有的龙个段子段个接了，你台湾给忙错，当场忙不冲冲头决节，判个路决给那最讨呢，台湾给忙班图个请不起行多。这往个讨呢，团就段下来，大家别配的，别马西个刚刚读书那有了，这些台湾这兄弟们错过了，迷茫错呀，台湾。境外呢，你这配对了，就比如当同那南国的好像开全部热，台湾的配对生意，台湾吃嘛是话，早上给我买的是，地区的你迷茫错呀，配对给讲还聊同那个好了。要和平要国防，然后要台湾的国防的安全，要亚太区域经贸、军事、政治的和平稳定，一定要有台湾，一定要有自己的防卫国家的武器。他的到我被这边是送给你们的台湾的建设台北拿落了北位，俺们通过给领军的主席的应变呢，我有给西地堂结算规划时，兄弟们应别错的卡出就学生给你们说拿下。学习图国的经验来去为我们的未来做打算，避免走向跟图国类似的后果跟。土伯特跟中国签署了这个所谓的和平协议，那我们看到现在台湾最大的在野政党中国国民党，他也想要把台湾走上这条路。那我想这个是我们非常担心。台湾嘅忙最错个卡嘅呢，判嘅路久嘅呢最拖呢，立即连接台湾嘅制作用嘅呢，加拿上了拓展结果嘅月吧，眼睛切下啦，另外拿落了任数切件出就业补贴嘅拖呢，同那出样啦。判嘅路久嘅呢最了陈述切不在没赢吧，台湾嘅毛吧陈规期嘅月不计查下。